大家看到这个应该不会陌生哦，尤其是住在这个海外的华人啊，这个一般超市都有在卖，对，就是所谓的墨西哥饼。自己在住美国的时候，我也很喜欢买这个墨西哥饼，因为我觉得超级方便的啊，就很像我们的葱油饼一样，然后一点都不油，你可以包任何东西在里面吃哦。那我们今天一样，就是把我们的一些香菇切丝，把它切丝就好了。对，你该不会又要试我的刀工了吧？没有，今天不想让你表现了，这个简单的我来就好了。太简单了，试不出我的这个深厚的这个内功。那在家里面的话，其实不外乎其实家里面有甜椒，或者是有一些那个一样有不同的像蔬菜类的东西，只要不要是会容易出水的，一样。还是专心切，你不要一边看厨娘一边用刀子，好可怕。不会，这他要是他的刀工就是这样子，可以一边看电视还一边在那边切东西啊，对不对？以前我们要偷跟师傅学东西，就是要这样子，不然会学不到东西。对，他师傅都叫我们去拿盐，结果那个另外一个东西全部藏在围裙里面，都偷倒出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用非常简单的哈，像你那个番茄是一般那个市售的罐头番茄吗？对，市售的。为什么不用新鲜的番茄？新鲜的番茄的话，其实我们像新鲜的番茄，它里面就是有皮，那我们要自己要再多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屁股那边切个10字，然后再把它用热水烫一下，把皮去掉，因为它会粘在我们的口腔那边，吃起来。也不消化啦，对，其实番茄的皮是不消化，就跟那个椒类哦，红椒、青椒、绿椒，一般来讲，像外国人，我们都华人喜欢吃什么青椒炒肉丝，其实那个椒的那个皮呢，都是不容易被消化的。那因为我们买市售的话，因为一来方便，然后脱皮的，然后再加上其实它有一些有不一样的风味，对，它外面现在其实这种东西它都有很多的。风味在里面，那不管是有用什么墨西哥辣椒啦，或者是一些，因为要搭配这个墨西哥饼嘛，那这样吃这个饼的是不是要戴一个墨西哥的帽子啊？这个老师今天没戴哦，对，应该可以应景一下哦。好，很棒的是又有洋葱哦，洋葱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哦。是，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菇类一样把它。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洋葱呢？因为现代人动不动就骨质疏松嘛，以前我好像没听过有什么骨质疏松，怎么现在变成一个像文明病一样，喝牛奶越喝越多，cheese越吃越多，可是钙质流失的也越来越多。可是我们没有劳动那么多啊，为什么钙质会流失那么多？也没有长特别高啊。现在人变懒了。对，所以会因为科技带来的进步，所以我们人类也变得懒惰了。所以也不喜欢去晒太阳。其实你这个钙质。晒太阳会帮助你钙质的吸收哦，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早晨的这个太阳很好哦，应该要多去晒太阳啊，帮助你这个骨骼的发育。老人家当然不是发育，但是至少多晒太阳，不要有这个骨质疏松。保健。对，不然就是呢，多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多放一点洋葱哦。是。然后我们再一样炒到它的香气出来以后，要加黑胡椒吗？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加一点黑胡椒，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番茄。他好害怕厨娘又要加黑胡椒。我一直觉得，因为我在家如果炒洋葱跟菇类的话，我最喜欢加的就是黑胡椒啊。对。哇，这个加下去真的很像墨西哥料理。对。那慢慢的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主要是我们家里面菌菇它有。它本身就是会吸附的一个媒介在里面，那相对洋葱它是会出水的，所以在炒的时候，其实它会把洋葱的甜，然后整个会带进菌菇里面，然后菌菇的香气又整个 mix 混合出来的那个味道，那种会感觉更跳脱不同。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洋葱这个食材耶，因为洋葱嘛，顾名思义洋嘛，就是好像。外来的外来的对，是，所以呢，我们有吃跟它长得很小的叫蒜头嘛，但是我们很少吃洋葱。那长大之后，我才发现洋葱实际长得非常可爱呀，而且它不是营养而已，我觉得它太有变化了。怎么可以原本那么辣的东西，经过煮了之后呢，它就变成甜味？我觉得它好神奇哦，所以我就几乎我们家每天都会有洋葱，而且还会让人家很感动这样。
撒这个吗？黑胡椒吗？撒一点黑胡椒。那因为我们如果说家里是用新鲜的番茄，我们就撒一点像那一种rosemary 啊，或者是一些香料，其实是喜欢什么香料，其实它都可以百搭。那或者是百里香也可以。那我们是买的是都已经调味好的，所以其实不用太多过于的手法，在家里面也容易去把它呈现出来。餐厅的一些料理成分在里面，那我们一样就是需要时间的是把它洋葱把它煮到透，就是让它变软。那我们就是可以加一点点，一样加一点点白酒，那可以增添它一点点的那个香气在里面。然后还有黑橄榄，配个颜色。那一样我们就是可以让客人感觉就是消费者观众会觉得说我们是有一个视觉上的飨宴。对了，就是说它那个颜色哈，这种黑色非常的跳痛哦，然后让整个那种就是都是这样橘橘的颜色哈，会就是感觉这个橘色呢更有精神啦。是，那这时候我们在梭汁的同时下，我们就可以先让我们的烤箱预热了。所以我们煮了之后还要放到烤箱里面去烤，让它再更缩水吗？不是，是我们等一下我们在烤皮的时候，对，因为要把它烤得脆脆的。对，要把它。我还以为说老师觉得这边烟很大，干脆把它送进烤箱里面，让它这个水少一点，然后烟也少一点。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煮一煮，对，然后慢慢的其实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等待凉制的部分了，对。那这个大概要烤多久？这个的话，我们撒上在家里面的话，其实就要撒 cheese 吗？对，我们喜欢吃 cheese 的朋友，那可以增加有点饱的感觉。cheese 它是最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一样可以把它做。哦，那就很像我平常做那个像披萨 toast 啊，就是用吐司，但是我觉得用墨西哥饼更好啊，因为我们这个水分呢它就像一个漏斗一样，对，它会把它吸附在里面。你用吐司的话，很容易就会那个就是这样湿哒哒的。不过我当然也有办法，我把吐司烤得很脆之后，再加这些材料也是可以的。那家里面的话，现成说真的，我真的是。处长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刚好我家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可是我半夜又很饿，怎么办？面包啊，你也可以把它压扁，也可以做它的，或者我们把吐司就是压得扎实一点，这样再把它稍微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对。而且现在有很多很棒的工具哦，就2片吐司，你中间夹了之后，你一压，出来居然是一个熊的模样。对，就热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感觉无肉不欢，太素了，对，太素了。那我们可以加一点这种熏鸡，在家里面也都很简单，都可以取得到的鸡胸肉。对，用了这种 smoke 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太像墨西哥的料理了。对，那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加一点辣椒啊，或者是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像那种提鱼啊，都可以去增加。然后接下来的话一样，cheese，喜欢多一点的就加多一点。好，一般我们在做像这种，不管是披萨 toast 的，还是我们今天用墨西哥饼皮来当底哦，上面摆的这个 cheese 呢，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尤其在超市里面呢，cheese 非常多种啊，你绝对不要买到那个美堪西耶啦。对。什么叫美堪西？就是你一定要上面它有写，它是让你做披萨上面那种哦，它还会有一个。这个相片嘛，就是说，有这样子丝状的哈，对，那种cheese，你不要就拿一个那个cheese片盖在上面了，对，那一点感觉都没有。要这样子的一个cheese呢，才会呢好吃哦。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装盘进去里面烤了。大概要烤多久呢？180度到190度，然后烤5分钟。5分钟就可以了哦，就是那个 cheese， 因为这个都是熟的嘛。对。就是那个 cheese 的话，吃生的也无所谓啦，只是说我们要把它烤的哦，就是说它这样子颜色很漂亮，好，然后香气又具足。好，我们已经闻到香味了哦，要赶快出炉了 ，cheese 的味道。
哇，这个不管是早餐啦哈，或者是说下午茶点心的时候呢，真的都非常的好吃哦。是，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要把它切，就把它切开，酥酥脆脆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装盘。好，我们除了呢要会做好料理呢，我们还要知道要怎么摆盘哈。像我们这个用这种原木的，像砧板一样的，然后都是咖啡色系嘛，那你就多摆一些绿色的这些蔬菜啊，像枯木逢春一样，对，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朝气。所以就是说，早晨的这个早餐呢，其实是一天呢，就是说我们工作啊要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上班上学哈，就一日之计在于晨了。所以说，我们的早餐如果可以来一份这样子的一个墨西哥饼呢，相信大家都是充满元气的哦，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啊，到我们的学习单位里面呢，都会非常有精神呐。我们希望全球的观众朋友，因为收看我们的节目呢，而得到非常丰富的这个料理的，不管是手法啦、知识也好呢，可以为家人呢每天都端出呢非常幸福的料理。